综合空间。各位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嘛，咱食馒头好无？食馒头好啊！今仔日要食啥物馒头？伊是啥人？马。好，安尼念一个，甲马有关系的，好无？好好。树仔，骑马龙龙来，骑在顶下落来，说一个真厉害。目睭听，个拜拜，喙齿听，个会嗨，巴肚听，个大知，说嘿，真厉害！嘿真厉害。互你买食你的马啊无？今仔日有白马。对啊，对啊。阿公你要食无？阿公要食无？啊，你是啥？啊，你是要红红妈，你要食无？敢有好食？敢有好食？我袂食着呢。你还袂食着好？你会当开始食你的马啊？好食。好食的马，互人幸福的滋味。好食的马，食了有人有幸福的滋味。这个是台中电锅，这个是你甲人算，我刚刚去买哦。不过这个不是妈妈买的，这个咱的厝拢有，巴肚听。大仔，大仔，高大仔，高大仔，嘿，真厉害！嘿，真厉害！这是我买的，这甲人算，我甲妈妈拢买的哦。斗阵去买哦。斗阵去买，斗阵去买。啊，你买这个人算了后，有食啥物款的好食料理？馒头，馒头甲包仔，包仔是有包糠的啊，馒头是无包糠的啊，淡薄仔无共款。不过拢真好食。你上爱食的口味是啥物？cheese口味的哦。叫我还有参巴达的对无？叫我。还有啥物口味？啊！你甲大家再会。再会。阿弟啊，你真好食哦！你看起来真好食，我要食掉你哦。你看起来真好食款哦。好无？你看起来真好食款哦。你看起来这好食的款哦，我要食掉你，好无？好啊，你会当先为我的喙开始食。你的喙眉。你即嘛咧摸啊？你食？有啊。哦，真好食的呢！我搁要昏倒啊！后摆来阮的厨房来佚佗，好无？你若介意这个影片，请来楼上的时赞分享，介绍欢乐记再会。好食料理食了有人会幸福的滋味。不过这款滋味煞只有歹势，劳动过的人其实歹代志。咱公社会主知影了，都成立一支料理救援队，阮有高阿公，了了我人拖草、拖蒜，因的任务都是保护在地城市温暖。台湾味的料理救援队。树仔，骑马龙龙来，伫马顶下落来，摔一个，
真厉害，真厉害真。厉害。目睭听，目睭听，个目白，个麦白，喙齿听，喙齿听，个会海，个会海，巴肚听，耳朵听下去，个肚知，个都知，嘿，真厉害。嘿，真厉害。